共中宣布8月26日发布有关中共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的文献，并举行新闻发布会。中组部的部务委员及嘉宾在发布会上透露，中共18大以来已有90多万名中共党员出党。他没有说开除出党，令人猜测在90多万出党的党员中，可能含退党或脱党的人。据最新报道，在星期四晚间发生在喀布尔机场外的2起自杀炸弹袭击事件中，死亡的人数已经升至170人，其中并不包括死亡的13名美国军人。据悉，星期四的炸弹袭击是由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组织策划。另一方面，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宣布，他们已经收到有关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情报。在寻找其他星球生命的过程中，天文学家一直在寻找与地球大小、质量、温度和大气成分相似的行星。然而，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认为，宇宙中还有更多的可能性。现在，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一类新的宜居行星，被称为黑森的行星。这是一种热的被海洋覆盖、大气中富有氢气的行星。德国学者郑国恩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，中国在东突厥3实行的节育政策恐导致当地维吾尔人在未来20年内减少260万至450万人，即1/3人口。郑国恩于8月24日在中亚监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《消除维吾尔民族的人口优势：北京在南疆地区的人口优化策略分析》的新报告。周四，美国、澳大利亚、日本和印度海军在南海附近的菲律宾海展开2021年马拉巴尔联合海上军事演习的第一阶段。军演被广泛视为美国、日本、印度、澳大利亚联合行动，以应对中共在该地区造成的安全威胁。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贾比尔省白扎克夫区的一部队炸药库发生爆炸，造成12名军人和救援队队员丧生，另外有90人受伤，其中大部分是消防员和救援人员。俄罗斯驻喀布尔大使德米特里·吉尔诺夫表示，塔利班与中亚国家和平边界感兴趣，并希望在未来建立贸易和经济合作。